歡迎大家嚟收睇 OKGo 接單小貼士。今日手把手教大家由下載到接單的全套流程，包你一睇就識。首先用 Google Play、App Store 搜索 OKGo 進行下載。然後填寫相關資料，身份證、駕駛執照、車輛資料和車輛保險，等待審核通過，即可開啟接單。關於接單模式，點擊首頁左下角，大家自己選指派模式、搶單模式。新司機註冊完成後，可馬上開啟指派模式自動接單。設定完成，開始接單。另外平台有超多額外活動獎勵，上線即可開始接單。接單後，按照導航行駛去接乘客，到達上車點。如果乘客無出現，等待5分鐘後先可取消。如果上車點不能長時間停車，要提早聯繫乘客。如果沒辦法長時間等，先截圖以被取消訂單後申訴。為避免乘客對車費有異議，一定要按照 APP 導航行駛接送乘客。去緊接乘客途中遇到塞車、有停留情況同埋封路需要改道去接乘客，系統會出確認訊息，要在15秒內確認是否繼續接載，否則平台會取消訂單。如有疑問，請聯繫24小時客服熱線23930028 WhatsApp 463635360028。